喂，各位午夜怪談嘅聽眾朋友，你哋好，又係我同大家講故嘅時間啦。今晚我哋嘅腳步要行遠少少，離開我哋熟悉嘅香港，去到隔離省城廣州。廣州呢個歷史悠久嘅城市，除咗美食同埋騎樓街之外，其實都積累咗唔少鮮為人知，甚至係令人聽咗無管海嘅靈異傳聞。好多人話，越係有歷史嘅地方，就越容易藏污納垢，聚埋啲陰氣。而廣州城西有一個地方，風景好靚，叫做荔枝灣，簡稱荔灣。嗰度以前河湧交錯，艇仔穿梭，兩岸種滿荔枝樹，夏天一到，紅紅綠綠，真係好有嶺南水鄉嘅風情。但係就係呢個咁詩情畫意嘅地方，曾經發生過一單轟動一時，亦都流傳至今嘅恐怖事件。呢單嘢啲老廣州通常都叫佢做荔灣浮屍。荔灣浮屍呢四個字聽落已經夠晒直接，夠晒心寒，但背後嘅故仔仲要恐怖過呢個名。聽講呢單嘢唔係亂作㗎，係有根有據，甚至有啲老人家話佢哋細個嗰陣，啲大人都會用呢個故仔嚟嚇啲唔聽話嘅細路，叫佢哋夜晚唔好行近水邊。好啦，大家如果已經準備好，不妨將燈光再校暗啲，等我哋一齊潛入呢個發生喺荔灣嘅百年謎團。我哋嘅故仔由荔枝灣畔一個煙雨濛濛嘅傍晚正式開始。話說喺民國初期，大概係20年代左右啦。嗰陣時嘅廣州雖然時局有啲動盪，但係荔枝灣一帶依然係好多文人雅士、富家子弟中意遊玩嘅地方。嗰度有畫舫、有酒家、有歌女，夜夜笙歌，好唔熱鬧。喺荔枝灣畔有間唔算好大，但係都幾台名嘅茶樓。茶樓老闆有個女叫做陳小翠。呢個小翠姑娘生得眉清目秀，皮膚白淨，講嘢又溫柔，好多幫襯茶樓嘅熟客都好中意佢。小翠姑娘唔單止樣靚，仲好乖巧，成日幫佢老豆打理茶樓啲生意，招呼客人，人緣非常好。嗰陣時啲女仔呢，好多都係早婚嘅。小翠姑娘呢，到咗差唔多18、19歲呢，都開始有啲媒人上門提親啦。佢老豆咧都想幫個女揾個好人家，等佢下半世有依靠啦。喺眾多追求者之中，有個姓李嘅年輕人叫做李家俊。呢個李家俊啊，屋企都算有啲家底，喺西關開布匹鋪啦。佢本人亦都讀過下書，斯斯文文，對小翠姑娘又好似幾真心。佢成日都嚟茶樓飲茶，每次嚟都專登揾機會同小翠姑娘傾偈，又會送啲小禮物俾佢。小翠姑娘情竇初開，見呢個李家俊一表人才，對自己又咁好，慢慢都對佢產生咗好感。兩個人開始偷偷咁約會，喺荔枝灣畔散步，喺月下講下啲山盟海誓。小翠姑娘以為自己揾到個可以付託終身嘅人，個心甜到好似食咗蜜糖咁。李家俊當時都應承咗小翠姑娘，話會盡快叫佢父母嚟提親，風風光光咁娶佢過門。小翠姑娘信以為真，一心一意咁等住做李家嘅新抱。點知好景不常，呢個李家俊原來係個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嘅花花公子。佢對小翠姑娘嘅所謂真心，都只不過係一時嘅新鮮感。佢屋企人其實一早就幫佢安排咗另一頭親事，對方係一個官宦人家嘅千金小姐，對佢家族嘅生意有好大幫助。李家俊初時都仲瞞住小翠姑娘，但係紙始終包唔住火。有一日，小翠姑娘無意中聽到啲街坊講話李家大排筵席，原來係李家俊訂婚。小翠姑娘聽到之後，成個人好似俾雷劈中咁，呆咗喺度。佢唔敢相信，即刻跑去揾李家俊問清楚。點知李家俊見到佢不但冇半點愧疚，仲變咗另一個人咁，態度好冷淡，話佢同小翠姑娘只係普通朋友，叫佢唔好再纏住自己，影響佢嘅大好前程。仲話佢哋李家係有頭有面嘅人，小翠姑娘只係一個茶樓女，根本就唔襯佢。小翠姑娘聽到呢啲無情無義嘅說話，個心即刻碎晒。佢冇諗過自己一片真心，竟然換嚟咁樣嘅對待。佢喊住咁問李家俊：以前講過嘅山盟海誓算啲咩？李家俊只係不耐煩咁揮揮手，叫佢快啲走，唔好喺度丟人現眼。小翠姑娘萬念俱灰，失魂落魄咁離開咗李家。佢一路行一路嗌，唔知自己可以去邊。佢覺得自己好傻，俾人呃咗都唔知。佢覺得自己好冇面，以後都唔知點樣見人。嗰晚落住毛毛細雨，荔枝灣畔，平時熱鬧嘅畫舫都顯得有啲冷清。小翠姑娘一個人行到河邊，望住黑漆漆嘅河水，諗起自己嘅遭遇，越諗越傷心，越諗越絕望。
佢覺得呢個世界已經冇咩值得佢留戀。最後佢除低身上一對繡花鞋，整整齊齊咁擺喺岸邊，然後就咁縱身一躍跳咗落去。小翠姑娘跳河之後，佢老豆發現個女成晚都冇返屋企，即刻心知不妙。第二日一早就報咗官，又叫埋啲親戚朋友周圍去揾咗足足3日都冇小翠姑娘嘅蹤影。正當大家開始絕望嘅時候，有人喺荔枝灣下游嘅一個比較僻靜嘅河段發現咗一具浮屍，啲人將佢浮屍打撈上嚟。雖然已經浸到有啲發脹啊，但係憑住衣着同埋身形，陳老闆一眼就認出呢個就係佢個寶貝女小翠。陳老闆見到個女死得咁慘，當場嗌到死去活嚟，幾乎暈低。小翠姑娘嘅屍體，據聞被發現嗰陣係眼卜卜，個樣好似好唔甘心咁。而且最令人心寒嘅係，佢雖然浸咗幾日，但係啲頭髮竟然仲好似有生命咁喺水度散開，好似水草咁纏繞住。官府草草咁驗咗屍，話係自殺，就了咗件事。陳老闆雖然好傷心，但係都唯有幫個女辦後事，將佢葬咗。但係單嘢並冇因為小翠姑娘落葬而完結，反而更加恐怖嘅事情先至啱啱開始。小翠姑娘死咗之後冇幾耐，荔枝灣一帶就開始傳出啲怪事。首先係有啲夜晚撐艇嘅船家話，佢哋喺小翠姑娘跳河嗰個位置附近，成日都會聽到有女人喊聲，啲喊聲好淒厲，好幽怨，聽落令人毛管戙。有時仲會聽到有人細細聲唱啲悲情嘅粵曲小調，啲歌詞好似就係講緊自己俾人拋棄嘅慘況。初時啲人都以為係自己聽錯或者係風聲，但係越嚟越多人話聽到，仲有人話見到月色朦朧嗰陣，河邊好似有個白蒙蒙嘅影企咗喺度望住河面。再過多一排仲恐怖，有漁夫夜晚喺荔枝灣打魚，竟然見到河中心慢慢浮起一具人形物體。初時以為又係浮屍，點知個物體慢慢轉個身，竟然係一個長頭髮嘅女人，塊面慘白到冇血色，對眼駁到好大，兇狠咁望住佢哋。啲漁夫嚇到魂飛魄散，即刻調轉船頭就走，以後都唔敢再喺嗰個河段打魚。呢啲傳聞越傳越廣，越傳越得人驚。好多人都話小翠姑娘死得太慘，怨氣太重，化咗做水鬼，留喺荔枝灣唔肯走，要揾替身。而最直接受到影響嘅就係嗰間茶樓。自從小翠姑娘死咗之後，茶樓嘅生意就一落千丈，好多熟客都唔敢再嚟，話驚見到啲唔乾淨嘅嘢。陳老闆本身已經因為個女嘅死而好傷心，而家連盤生意都搞成咁，佢好快就頂唔順，將間茶樓執咗，離開咗荔枝灣呢個傷心地。但係就算茶樓執咗，荔灣嘅怪事都冇停過，反而仲有變本加厲嘅跡象。關於荔灣浮屍嘅傳聞，最恐怖嘅一部分就係話佢會揾替身，即係所謂嘅水鬼看腳。聽講自從小翠姑娘死後，荔枝灣每年總會有幾單浸死人嘅意外，而且好邪嘅係，啲人浸死嘅位置好多時都係喺小翠姑娘當年跳河嗰個範圍附近。仲有啲人話啲死者浸死之前都好似俾啲嘢纏住隻腳，點樣掙扎都甩唔到咁。其中一單比較出名嘅係一個後生仔，嗰個後生仔唔係本地人，係由鄉下出城打工。有一日放假，佢同幾個朋友仔去荔枝灣游水。嗰陣時啲河水仲算乾淨，好多人都會喺度游水消暑。個後生仔水性都幾好，游下咧就游咗出河中心。點知游到一半，佢突然好似抽筋咁喺水度掙扎。佢啲朋友見到即刻想游過去救佢，但係佢哋見到個後生仔塊面突然變得好驚，好似見到啲好恐怖嘅嘢咁，係咁向水底指，個口擘大想叫，但係又叫唔出聲。然後佢哋就眼白白睇住個後生仔，好似俾一股無形嘅力量扯落水底咁，好快就冇咗影。啲朋友嚇到即刻上岸嗌救命，啲人嚟到打撈，搞咗好耐，先至喺河底揾到個後生仔條屍。據聞個後生仔條屍被撈上嚟嗰陣，隻腳踝上面竟然有幾個好似手指印咁嘅瘀痕，深到發黑，就好似俾人死咁捉實過一樣。呢單嘢一傳開，成個廣州都人心惶惶，啲人更加相信荔枝灣有水鬼，就係小翠姑娘嘅冤魂不散，要揾人做替身，等自己可以超生。除咗浸死人之外呢，仲有啲其他嘅怪事。例如有啲住喺荔枝灣附近嘅居民話，夜晚瞓覺會夢見一個全身濕淋淋嘅白衣女人企喺床邊，用一對冇眼白嘅眼望住自己，問佢點解要扶我。
咁點解要呃我？嚇到啲人成晚都唔敢再瞓。仲有啲人話夜晚行過荔枝灣會聞到一股好濃烈嘅腥臭味，明明周圍冇死魚死蝦，但係陣味就係揮之不去。有啲膽大啲嘅人會偷偷地望下河面啦，有時會見到水面有啲好長嘅頭髮漂浮住，但係又唔見有人。因為呢啲恐怖傳聞呢，荔枝灣慢慢就變得好冷清。以前嗰啲畫鳳酒家呢，好多都做唔住執咗笠，夜晚更加係冇人敢行近河邊。就算係日頭，啲人都會盡量兜路走。荔枝灣由一個風光如畫嘅旅遊勝地，變成咗一個令人聞風喪膽嘅猛鬼之地。係聽講啦，當年官府都有諗過辦法，例如請啲和尚道士嚟做法事，超度亡魂，但係好似都冇咩用，啲怪事依然間唔中就會發生。有啲風水先生就話，小翠姑娘死嘅時候怨氣太重，而且佢係含恨自盡，魂魄就俾地氣鎖住咗喺荔枝灣呢個地方，好難超度。除非可以揾到當年負佢心嘅李家俊，要佢真心懺悔，或者係有咩大嘅契機。如果唔係，小翠姑娘嘅冤魂恐怕會一直留喺荔枝灣。講到呢度啦，可能好多聽眾朋友都會問，咁嗰個負心漢李家俊呢，佢之後點樣？係咪會有報應？關於李家俊嘅下場，坊間都有唔同嘅講法。有一個講法係，李家俊雖然成功娶咗個官家小姐，但係佢哋婚後嘅生活並唔開心。佢老婆好專橫，成日都管住佢，而且最奇怪嘅係，佢老婆入門之後，李家嘅生意就開始走下坡，做咩都唔順利，仲惹咗幾單官非。差啲搞到傾家蕩產。李家俊自己亦都開始晚晚發噩夢，佢成日夢見小翠姑娘全身濕淋淋咁嚟揾佢，問佢攞翻條命，搞到佢精神恍惚，身體都差咗好多。有啲人話呢啲就係小翠姑娘嘅詛咒，係佢嘅冤魂喺度報復。李家俊最後都冇好下場，聽講係鬱鬱而終，死嗰陣仲好後生。另一個講法咧就更加戲劇性啲嘅，話說李家俊結咗婚之後，有一晚，佢飲醉咗酒，唔知點解，竟然一個人行咗去荔枝灣。嗰晚月黑風高，佢行到小翠姑娘當年跳河嗰個位置，突然聽到有人叫佢個名，佢擰轉頭一睇，竟然見到小翠姑娘企咗喺河邊，對住佢陰陰嘴笑。李家俊嚇到即刻走都醒埋啊，想走，但係隻腳就好似俾釘釘實咗喺地咁，喐唔到。然後佢就見到小翠姑娘慢慢咁行埋嚟，每行一步，身上啲水就滴落嚟，塊面就更加慘。小翠姑娘行到佢面前，細細聲咁問：啊，家俊，你記唔記得你應承過我啲乜嘢啊？你話過要娶我噶，而家不如你落嚟陪我啦。下邊好凍啊！講完，小翠姑娘就伸出隻冰冷嘅手，想拉李家俊落水。李家俊嚇到大叫救命，但係周圍一個人影都冇。第二日，有人發現李家俊浸死咗喺荔枝灣死嘅位置，同小翠姑娘當年跳河嘅位置竟然一模一樣，而且佢死嗰陣個樣呢，都係充滿咗恐懼，好似見到啲好得人驚嘅嘢咯。當然呢啲都只係坊間嘅傳聞啊，冇辦法證實係咪真嘅，但係好多人都寧願相信呢個就係負心人應得嘅報應。不過就算李家俊死咗，荔枝灣嘅怪事都冇完全停止，雖然可能冇以前咁頻密。但係間唔中都仲會有人話，夜晚喺荔枝灣見到啲唔乾淨嘅嘢，或者聽到啲奇怪嘅聲。荔灣浮屍呢個名就好似一個永遠都抹唔甩嘅烙印，深深咁刻咗喺荔枝灣呢片水土之上。有啲老人家話，其實小翠姑娘都好可憐，佢只係一個俾人呃咗感情嘅苦命女子。佢嘅怨氣可能唔單止係針對李家俊，仲係針對所有嘅負心人，所以佢先會一直留喺度唔肯離去。亦都有人嘗試用科學啲嘅角度去解釋。例如話荔枝灣某啲河段水流比較急，容易形成暗湧，所以先會成日有人浸親。至於嗰啲喊聲同埋人影呢，可能只係啲人心理作用啦，或者係睇錯聽錯。但係無論你信邊一個講法，荔枝灣嗰種陰森恐怖嘅氣氛，同埋嗰啲流傳咗幾十年嘅傳聞，都足以令人對呢個地方產生一種敬畏之心。時至今日，荔枝灣已經過咗好多年嘅變遷，以前嘅河涌有啲填咗，有啲整治過，周圍起咗好多新嘅樓宇，荔枝灣亦都重新打造成一個旅遊景點，日頭都有唔少遊客。但係荔灣浮屍呢個故仔依然喺老廣州之間流傳，有啲後生仔可能已經唔係好清楚啦，但係只要你問下啲阿爺阿父輩，佢哋好多都仲會記得呢單當年轟動一時嘅恐怖傳聞。而家嘅荔枝灣呢，夜晚仲係咪咁猛鬼呢？我就唔敢。不過
有啲夜更嘅保安或者係住喺附近嘅居民，間唔中都仲會話夜晚巡邏或者經過河邊，會感覺到有啲唔尋常嘅嘢，例如突然間會覺得好凍，或者係聽到啲若有若無嘅嘆氣聲。有啲人話小翠姑娘嘅冤魂可能已經隨住時間嘅流逝，慢慢咁消散咗。亦都有人話佢仲喺度，只不過冇以前咁活躍。無論點都好，荔灣浮屍呢個故仔已經成為咗廣州一個都市傳說。佢就好似一個警世鐘咁，提醒住世人感情嘅嘢唔可以玩弄，唔可以欺騙，因為你永遠唔知道一段被辜負嘅心情會產生幾大嘅怨。而荔枝灣呢片水，亦都因為呢個故仔添上咗一層神秘而又令人不寒而慄嘅色彩。下次如果你有機會去廣州荔枝灣，尤其是夜晚，當你行到河邊，不妨留意下，可能會感覺到啲唔一樣嘅嘢。好啦，今晚午夜怪談關於荔灣浮屍嘅故仔就講到呢度。希望呢個嚟自廣州嘅經典鬼故會令大家對呢個城市有另一番嘅體會。多謝各位收聽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啲朋友。我哋下次午夜怪談再同大家講啲更加精彩、更加心寒嘅故仔。